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农村一路以来支持咱台湾的经济同都市发展，更加上日渐年没落的。不过，农村的需求是嘛个？农村的未来要用来做，要设计行业去能了解得到。苗栗南庄乡南富杨林两村，在总共还河坝水引棚引掘形成的河坡地，路名按到太南埔、西南埔，有过皮嘅南肉屯里片嘅灌溉内统，故所有人讲也是南庄嘅谷仓，也经典嘅农村，也一行年来因为农业没落嘅，因来因看唔到有乜嘅发展。一只暑假有一群大学生来到亚家嘅一鋪一腳樣嘅訪談，希望了解規個太南埔嘅產業發展，希望尋出新嘅可能。前篇面黃軒勇嘅報道。黄大哥你好，你好，不好意思，这么忙还麻烦你。暑假在结束的一个下暑天，四个打扮当輕鬆的後生人，行業路順的金米手，開始街頭的拜訪行場。那碾米廠跟農會之間會有做怎樣子的溝通嗎？一般因為就是兩個收稻谷的系統不一樣。街頭係來自台大、前大、政大、留東海大學的學生嘅，將嚟苗栗的創業，更加關心台灣農村問題。一隻暑假，佢執法先嚟來到苗栗南莊南埔地區來做下園的田野調查，重新認識自家的家鄉。都係想講，我哋兩萬後生啊，個客家人的後生，攏出去冇俾讀書，讀太好冇解啊，攏唔知嘅，我哋故鄉都係種細漢的時太好的蔬菜，係生活嘅款啊，嘅農民耕田的辛苦，我哋攏唔知，啊嘛唔知我哋食的菜、食的味係對你未來嘅，啊我都想講，我哋係咪有法度將來兩啊做個訪問調查下，啊看是的聽數乜嘅東西安尼。喺西南埔位於苗栗頭府山灣，老有名嘅觀光景點南莊路嘅同學，係總共係打出來嘅河堤。當批嘅南藥本太西南埔會安作南莊嘅谷倉。南莊鄉田大概有100-200甲的優良稻田所以說你看南莊的米倉就在我們南富村老園林村。喺70年前嘅關渡山大地同高校，日本人正是頭往槍嘅太南埔莊頭，重新規劃做田氏型嘅街路，來凸顯一個莊頭嘅特色。關渡山地震以後啊，那街路就加上開始殺過，人家特別太南埔，人家所看得到呀，人家話就一隻田氏啦。日本人講你谷倉嘅地帶來做隻田氏，等於講人家特別對田嘅神聖最大呀，所以咱們畫到了田氏型嘅路街路啦。有誤點啦。哦，再嚟。將來因為點嘅，所以因為有點，就對面嘅點，就佢下頭有點。有使用點，因為太點咗嘅。行啲田氏型嘅街路巷，地方嘅太路連以上，指定一排排嘅流嘅屋，講定太南埔嘅街路，條擺有幾鬧熱。所有東西都有啦，冇乜嘅冇啊。那布類啦、皮類啦、鐵類啦、機刨、粗削，什麼都有。不過按叫嘅。雖然看得到老人家2-3個草地路順打嘴鼓，不過屋嘅沙但是係太門疏疏地呢，甚至有啲嘅屋嘅往裡往邊一模一差。當時當老年家子種太南埔是，因為有煤礦，嗰啲山上青島特別茶園、茶工廠都加建，人家南埔啊，2-3間茶工廠種茶園啊，種山上樹木裡頭全部青島。講煤礦嘅很多啦，所以台灣來往嘅都真好嘢都做嘅啦。做啲流浪人攤，因為太南埔係南莊石灘，由頭份物資交運運送嘅中繼站，故所太南埔嘅商業發展當鬧熱，甚至幾樣時，太南埔有一半客家嘅居民都係打石灘。因為特別人哋會用嘅冇因為我哋話工業能發展到係冇條路多，所以人家條水源啦，
條款跳到南莊，所有人個睇死嚟咗啦。我那時候就講啊，唔係講做啦，打實攤。不過工作嘅環境無所謂嘅暗合和當危險，也係上期這樣時，勞康局佢也係講清楚。忙去做以前，將來去我去學做㗎，落去佢看住嘅安睇就哦，哎呦按電影講咧，可能哎呦佢要立下嚟樣，可能要立下嚟樣，要咩抗癌啊？佢都要拖時間啦，做要2禮拜過落去哦，啊就唔係講咧。啊，冇想到做到第3日天啊，頭那學啊就看難睇咧，看難就3張嘢唔知人事啊，你學嘅下有嘛就會想，要攤講，安尼做唔得做咧，當面當會做嘅操作工，除水機嘅啊，剪秧機嘅操作工。上走30公分呢，它是這樣躺着這樣，這個腳呢是在這個柱子，這個頭是這樣，啊，這樣抬着是這樣挖的，啊，這樣一點點滴滴這樣挖。無天就係對打實攤印象特深嘅，而顯佢按照阿福伯嘅妝容服，還佢作為抗疫博物館，收藏係抗疫相關嘅東西，甚至係作為香港比例嘅實攤籠，親身為來拜訪嘅學生嘅，小結實攤籠地度嘅食法。靠到這裡來的時候呢，哈。就把這個煤啊，就是2手有沒有一直這樣，哦，一直捧到這個台車來。那台車入邊係煮嘢，也就電下拉嘅，就會失掉攤光嘅翻狀態嘅。夫婦之間唔留咧抗疫來收藏起來，來留意下啦。安呢個下台唔止安呢個前臂，安呢個主攻，安呢個野外，特別係樣嘅菜歌，樣嘅胡啱成翻下來。好來吧，好啦，我吹給你看，你也要笑，我也笑，快樂不快樂就這樣，啊就這樣，對，啊就。擁有台南埔10多年嘅實攤礦務嘅工作機會變少，上兩級開始沒落，慢慢呢人一走搶嘅。從來南部學校，未記嘅畢業學生嘅頭擺攤礦當時啊，有250-260，田尾攤礦嘅田尾學校咪叫我南東學校咩啊？從啲啊未記嘅畢業學生係無20咋㗎。無人就無路通啲，啲台南埔莊條水河，雖然看到一啲啲嘅樣嘅，比落比嘢拍學嘅，不過遇到鐵沙係係生草大陸，將佢防嘅，條辦嘢局錯，也要接受調降嘅命運。在阿媽老化就面積冇多啦，2-3分呢，3-4分呢，你算都算唔到啊，本人做一樣啊，本人做就講佢冇放棄啦。唔講年紀要睇嘅，年紀佢算都做唔得啊，後生冇聽書啊，佢老人家冇必要做嘅啊。不過對台南埔新手品種總理上，按樣專業嘅務農嚟講，調降殺開幾日條冇提出到票嘅前期。而家政府嘅調降嘅錢嗬，一年也增加，以前都4萬啦，有一年都6萬啦，哦，今年又冇咁樣，今年都8萬啦，8萬佢農民算到我8萬比4還樣啊，希望我做嘛我事情我做調降啊，哦，但是你降嘅人就冇辦法降嘅呀。就是後來從木瓜，後來又擴展到其他的瓜類，冬瓜、西瓜。那時候開始就開始變成租地了嘛，對不對？租地，那租地是說租地的那個是說我們主動去找他，還是說他慢慢？冇實攤又冇其他產業，農業一般無效嘅。為了了解台南埔地區嘅產業問題，一群田野調查學生嘅一拜訪嘅農民人數上先出名一條，也透過答案部嘅討論。希望做嚟分析，搣清楚台南埔規則嘅農業情形。可以去投份的那種市場，有零售市場。另外一個是我們去投那種附近有大的連鎖的超商。最後的目標是要弄清楚這套東西是怎樣運作。而家後生人就懂事，大家就攞嚟行，攞嚟行。咩香港有隻房，可能買個房身後生人做嚟家鄉。不過後生人做嚟咩某一天係去做田。要動到適合做，一下嘅發上，一下人心態目的就係講，看做嚟買嘅方式嘅後生人做嚟家鄉。台南埔嘅危機，蔡地居民其實一早看到嘅，實做沙期協會總幹事的意向，第一年就開始推動沙期米化工作，甚至同世界11時來落實的功夫要拿出來，希望做嚟相關講下。
台湾人摸过唔算听哦，后天冇摸过哦，而且落水田啊摸过哦，哦，当冇上山都冇敢摸啊。用种美丽老泥砖做成的土路，最灵异上最外的建议。头摆大部分的农家都係用土路來精密，靈異上即阿爸數嘅，限制做一件一件的為農夫來做土路。按當年來，其他啲世界屋卡設立的土龍街，而作為教學販賣嘅用途。哦，因為後來就青島人來看，地方人啊，所有戰士官啊，嗰度樣嘅買股嗰啲人啊，嗰度人都揾來，嗱，所以我就進入檢房嚟，哦，專門對下自己摸過嘅，係啦，一多人來看咯。就算有土龍，實體一條聲音文化特色。太南埔係喺邊日隔壁嘅南莊路嘅六條闊，依少要講下。古數歷史上一條殺青儀式，60年前就配合政府嘅模範施政嘅計劃，隨同大概涉及貼南府農村社區土地重劃，希望同順行嘅貼變做出冊區，來向外地人來一片買屋天機。土地重劃落去，外地人我嚟買到嘅土地，我加真人就入來。哦，你要生意是做得嚟，一天一個鐘頭要3000人以上嘅人就，你生意能做得。我倒擺點樣有，天台點樣有，點心點樣有，喺冇嘅時間，乜嘢都做唔得，因為浪冇睇嚟。歷史上係較隱秘，一條土地開發過後，外地人就唔會喺太南埔嘅山殼買地起屋嘅，係較做得保護山呐。不過有啲地方人士啲學生嘅拜訪高強度。沙金提出也得为疑付。现在我们这边将近有70户是空屋，没有人住也没有人，就是说都搬到外面去假设说我们今天给它弄成建地之后，你认为就是说会因为建地而更多人来买吗？今天从都市过来的人，他会要来你买这一小块的建地吗？那如果他要買建地，他乾脆就買這邊的房舍就好了，原來就有的房舍就好了。但係個天買唔最樣。唔係啊，你喺一天都當到一滿咯。哦，真嘅啦。係啊，當到一滿，那就買嚟學生啊，買嚟買東啊，因為你天便宜啊。比如你台灣起碼10多萬、20萬啊一平啊，我3、2萬也是買到一平，我搞到中央，我又唔買呢邊咯。農地變建地過後，農民提出無地好耕，還有太南埔咁行喺農村係，一般遇到農民當少。他認為農地還是他需要的，因為他這個是他的主產，因為他是世世代代為農，將來他也有可能為農，而且對整個我們社區來講，農地的保留是我們的根呢，是我們這個農村它真正的一個文化的源頭否則你怎麼叫農村？人家又有三山國家風景區嘛，又盡量講不要土地原貌嘛，唔好改變嘛。但是因為土地計劃，土地重劃又做得就搞到亂七八糟啊。所以我們想做乜嘅，做你要整地，我種田喲，我想按西橋啊，機器化唔好啊，我要機器化啊，種下太橋啊。你三山國家風景區要插別腳啊。係啊，佢要個插別腳個，你要原始原貌。因為重劃案爭議太大，對194世紀地主嘅同意比例有看法無同樣。故所規劃嘅農村土地重劃計劃一直冇決定。可能咧反對人就適啥的人啦，冇錢多啦，但是都係但是係，可以講但是講適啥唔係容易，會影響到乜嘅人啊？唔知一樣好愛嘅人啊，有同意唔同意，唔知一樣主張好愛，會變成有樣嘅3種嘅心理會走出來。49個同意，也就是說，我們換算比例，土地所有權人他同意的只有25.25%而已，那也就是說，相對來講，不同意的比例為74.75%嘛。但是這個很多是沒有寄回去的，但是他就刻意打錯，不同意只有2個，因此，我們的這個現在正在主導的人他就講說。同意的人98%，不同意的2%，這個就跟大埔的一樣我就覺得這個就是操弄
这真的是在操弄这个数字。他不以公文书讲说你没有寄回去就是不同意。看看，要看看，不要了。16条，都已经写好，放着，这样子。以防万一的。不是以防万一，是真的已经到了这个阶段哈，那只好大家挺身而出啊。因为这个阶段如果你不去做，大家就被踩在脚底下硬干。先准备好抗议补贴，感觉无同意开发的民众的权益无贴。不过总体没落的事实，还是要面对。南富村是非常好的一个地啊，对不对？那只是说没有透过一个很好的规划，把我们南富这个的农地给它行销出去，给它做一个很好的规划，然后让农村的这个价值提高，让农村可以发展出一个产业出来，对不对？是没有这种规划。2010年大南埔下渔捕钓初步报告发表会正式开始。第一路學生係提出的看法同解決，無論農貼、更我變做建貼，都係面對讓版本菜地農產業變好。第二擺田野調查初步報告度，同學行下只可能提出解決的方式。大部分農民而家嘅資訊係較少嘅，較少嘅故事，而家通路、而家銷路可能都懂少，可能佢而家選擇冇幾多嘅，可能佢要買到連鎖嘅市場，也係睇個大部分人可能個做嚟買較好價，唔過大部分人買去國際市場，而家價就俾人剝削掉嘅。佢說人家還沒上嚟講，可能做嚟弄一隻新嘅農夫市集嘅概念，做嚟可能上嚟來試看啊，呢事情有可能冇。所以農民實習啲各地也陸續開始，適合台南埔木鹹啲參加調查嘅同學生認為，也請係一個開始。一禮拜可能安尼時間嘛，係無乜啦，都係可能了係愛2-3年、3-4年，長期安尼定調查安尼。啊，唔過安尼了man都係想講愛先從個數字做起，過來個提出分析安尼，一步一步來，是兩款事情都無法度一腳都做出來。其實人提出嘅東西呢，點樣嘅即係可信度其實同大啦。其實冇講喺公司同，咩講有一個公司，係有原因帶出來，帶東西出來，嚟討論今天。從作物的生產、批發到人賣，拜訪農民、商人到退休的新移民，19個大學生利用暑假，用雙腳一步步的行過台南埔，用筆用電腦記錄下睇到看到的無傳統包袱的街道。希望表達佢嘅想法，為台南埔提出更加多嘅可能性。